係啊，各位聽眾，我在歡迎人到對那邊來學見嘅節目。今日我頭毛特別水，讓人俾看，俾去錄條 YouTube 去看。今日我top 腦，等我瞧我 top 腦，鬼帥啊！這禮拜，哎呦，最高這是布多瑪有冇搞下布多 building？ 布多 building， 布多瑪呀！啊，我係 top 腦。啊，就你到你搞唔到啦。你加一隻甩一家己是無，你可以請住你。哦，你加一隻甩家己是無，你有請款。scratch 一咧嚇，一邊好 stop 咧，一會。哦。這禮拜我人嘅特別嘉賓呢是老趙阿涵，歡迎老趙。哎呦！哎呦，嗰是只。阿涵嘅也長冇去阿涵，了個有老趙，應該點歡迎。係大家好。今日你冇去得咯，係你參加講嘅啦嚇。冇，你卡話我出。OK， 了個有普吉胖胖歡迎。Hello， 兩張 A 了未？啊，我未。我看你你是有那個有那老師，我個有落條章咯。I like。我都看你個去咧啊，邊嚟學見嘅 Instagram 條，到底對我 at 邊嚟學見，呢是我 live 張譯。單條狂。可能把就成白尖啊，定。明見啊，咕咕一拜。咕咕一拜。啊，是你張譯用是看到咕咕一拜嘛？你是個我看到咕咕，你又冇看到一拜。我叫阿涵教我做這張。阿叫布多瑪又唔教我做這張。冇，那叫Joey教你做這張。那一教哪隻哈？這樣。哦，แล้ว布多瑪又那老趙เราต้องกินเป็นจู。老趙那你กิน upgrade 啦。差唔多啊，ไม่紅啊。แล้วก็老趙個督巴歡迎。我睇腰呢，一煮過來嘅。我煮過來嘅。你煮一行呢？佢煮八行啊？生菜。要我看喎。你當然冇啦，辦個記得。冇啦，辦個 kitchen 裏嘛，我到喺 bedroom 裏嘛，冇可能喺度看。你會使搞你 computer 去 kitchen 好看嗎？冇啦，冇只個冇啦呀。喲，你做這人不有，那是好玩嘅。哎呀，你睇我到YouTube 哎呀，我未好看話圖，邊隻係咩啊？交過啦，900啦。950啦啊，係啦，是你人咧特啲錄條 YouTube 嘅人看咧，我係使，哎呀，我俾佢 share， 你使去subscribe 啫，等我 share link 先到啲 Facebook 我俾佢 share link 到 Facebook。OK， 最人即係陣，我是捌講過嘅，我哋特別英國中定定貴之時講啊，講未講？你定擺講陣誒，是我無談參呢。哦 ，OK， 所以我諗佢再陣嘅就係。佢再講佢知道我人會話啲咩名嘅事咪做蹦蹦，你住住人我講蹦蹦，住住人講蹦蹦嘅陣誒，冇人講蹦蹦啊，蹦蹦係咩？喲，蹦蹦就是一陣誒藝術啦，跳落水，你唔係聽過咩？蹦蹦，唔係蹦蹦係咩？蹦蹦意思，冇啦，蹦蹦嘅意思就是張egg啦，成個人見到講你俾蹦蹦啊唄，讓我講。哦，成個要俾搖冇啊？搖係咩？款啊！愛啊！我冇用嘅這句話，我冇用嘅事，我未曉啦。搖。嗰時係咪啊？愛啊！No, think like a pig. Sound like 像個oing oing。OK。我冇用這句話啦，我聽人講，我冇解你曉。你讓別人咧，讓別人我聽過有部機胖拍，白講蹦蹦哦。見那事啊！蹦蹦成個垃圾物件呢。蹦蹦，係啦，你俾蹦蹦，哎呀，邊度蹦蹦啲度㗎？喲，蹦蹦咪是哪講長譯咪叫蹦蹦咯？誒，到嚟咪嚟啊！
我本只咪来嘅，我看 YouTube live NHL 人嘅，我咪接来咯。哇，咁成你你結成諗啊？冇嘛，我無講無正直話地講啊，嗬，我個佔人嘅位嘛。哦，唔要緊嘅，我到 Skype 度開。裝會真係正面夾講。喲，OK 啦。真得正面夾。OK，first topic，但我當然 Facebook 嘅 first topic。哎喲，OK，so 咪發人講蹦蹦嘅聲，我每人看，就人聽到你鬼嘅聲。我聽到兩刀又冇，我冇聽到伊第三刀，我冇聽到。伊第三刀就你講是上個人，上個囡仔彈嘅呢嚇。我冇聽到佢，特別我有聽到啦，佢成個，差唔多成個電電 recording 嘅聲， playback 嘅聲。actually 我放啊，我啲啊聽伊 recording 嘅嚇，我倒邊嘅聲快聽到，我梗係驚啦咯，梗係驚我聽到叫阿 John 啊什麼，我嚇死我。但係聲冇響起。我冇聽到，我冇一個冇，一本是聲我到後邊嘅聲。我唔知係放互人聽哦，我未必話當今日放互人聽好嘅聲，放互人聽。好第三，有啲人就是講聽未到，就是你第三咧。有人聽到本，我聽當今我去吹的啊。放啦，遲疑。OK。第三個吼，愛開怪大聲。你是第幾嚟係咪啊？第三個是第幾？第三個。你是第幾？第三個是第幾嚟啊？喵啊40幾時候？30，唔知39 something 嘅。39。阿爸，等等我開啊，看啦。If I can find it， 我等我看掉佢。等我看啊，我吹佢。哎喲，我落嘅時候覺得我叫魔鬼長，我未記起啊就哦。我係記人落嘅時候講到特別貴嘅時候，我未記起啊。有咪是31 49。31幾31 49。31 嗱，我學到一支 M B 咗。做咩事？新加坡 Airline 冇歸韓國一頭，一當已做飛 direct 嘛 ，for LA to Singapore 冇係 Korea， 差唔多。有 anyway。阿波，爸爸 ，OK，嚟講鬼故事，佢講鬼故事，仲未講過。我講一個故事。嚟普吉泡泡。我直接 meet 到個 friend 就講舊年7月半是當人7月半，伊 business trip 去美國。Oh my god！ 我聽到。我只幫，因為聽到一 sound effect，是點啊？你攞聽到？有聲啊！冇聽到，你冇聽到啊？冇聽到。我個幫我知道啊。我冇看到啊，即個係咩？我幾日？確，不如電話半是當人7月半，伊 business trip 去美國，我嘛打電話伊吼。哦，聽到啦，聽到。警察聲聲。特別係你是把你下場嘅驚唔掂是？但是我就是定住落，因為是你每咯，就住下邊有見啦，住下邊有見啦，都冇人有見啊嘛。好人聽到。奇里哦，一個真明嘅聲，真係細聲了啦，真係細聲了。interference 啩？有可能是 interference 啊，特別你去聽一聲是，我 recording 嘅時候 before 我 compress MP3 是一聲改變了聽到。特別熟悉時間見到好你揾啊。好咯，成見得好。但係我每最人都聽到，最後邊有見到，是唔是普吉胖排位？因為我看到伊個普吉胖排啲講了話嘛。你我聽到一聲，我是想我普吉胖排下邊會來咯。我留丁嘅見啦。那是啷你留丁見下呀？應該試過。特別一聲，個唔是聲啊！你真係是講你留丁都夾一個老嘅啊！一聲唔是呢 close， 一聲只 close proximity 嘅時候，伊唔是成個講會過。你邊見下好冇可能，你係聽到到底留丁會聽到安尼傳落來安尼大聲嘛？
伊声成个只 close 你去听看。你見得好聲咧，你好會會入邊聽就 OK 啦。伊聲 whimpering 嘅呢，到底，noise 聲嘅。你係 amplify 嘅 original file 未？你 original file 你 amplify 看伊講係咩啊？你頭腦你啊，頭腦你啊。Help me！唔知係頭腦你唔知係咩啦。Anyway，OK，咱講到啲長 A 啦，當個住來啊，成個小小，我哆來咪來，歡迎哆來咪老趙。Hello。了個有日本囝來聽，日本囝，歡迎日本囝。日本囝mute咗。日本囝冇講，伊是來聽呢。你咪講哆來咪，你咪講定位，就是這個。喂，唔知咩事？伊個 YouTube 嚇，伊 YouTube 伊成講，伊講伊那是聽 YouTube live stream 嘅時候，伊成冇咩病嘅，所以特別接。就嚟 hang out 嚟佢聽，阿是別曉我唔知啊。唔係，安尼啊，謝謝你啊。OK 哇。你要聽 YouTube 唄，你要聽 YouTube 唄。應該是 A 啦 ，OK 我 try 下。唔要緊啊！不要講長 A 咯，你不要說講長 A 啊，但都冇人摸個。好啦，好啦 ，OK 啦，冇摸我就講。冇摸你 continue 啦，就講長 A 啦。講日本長 A，日本啊，對，你去迄個啊，就是人嘢啊，你去成個迄個 public 嘅時去長 A，你捌去過哦？啊，日本嘅 onsen 捌去過。啊 ，onsen 都捌去過哦，去日本嘅時做在長。just 甲去咯，點去咯。哦，真係我朋友講佢這是搶水嘅，唔是 shower，是搶水嘅嘛。係長 A。啊，淋嘅，成個用碟杯。水，哦，對，搶。你講話，真係你自己去講話。日本。你看了冇清衫？看到冇人清衫是先會正拍攝咯，關係啦，是正 normal 物件咯。然後你是去嘅時候，你是嗰兩物件落件書，佢辛苦偷嗰兩係啲落個位啊，咁你嘅做事嘅後。耶！你衫你偷嘅了，確定嗰個偷嘅了，然後你明係你落個，something 落個係你啦，嘅system 掉去辦住自己。看你苦咯，當住頭靠啦，所以你有你不要佢等啊，冇一邊。我嚟黐線苦啦，然後有人拍攝嘛，炸掉佢行自己咯，但係我哋一隻 Japanese 本是關係啊啦，有陣時開行自己。我係咪朋友講日本人有禮冇睇？有禮冇睇就是講只嚿鏡你啊，就你傻啊，แล้ว冇插你身體可能看到冇插，有禮冇睇。哦，冇睇，有禮冇睇。哈，你OK 啦，頭一項嘅就是你要去長，要去洗你身軀先咯，你食一個湯，然後有 prepare shampoo、body shampoo 嘛，都特別洗好清。你只一實是褲到啲幫骨，借到幫骨位啊。你是 hot spring 嗰咯？你是借啲幫骨位先。hot spring 那時候有藥嘅，以前啲荷葉藥一浸了佢哋，第一是荷葉，然後轉浸落去。誒，我問你是唔是褲的？一實借到啲幫骨位嘅。我講嘅是借啲幫骨洗咯，你洗啊。你洗我洗你啊。我都看日本而家有嘅。我有看過人是成個一個路邊夾隻啦，呐。邊夾就是冇啦，即係看戲嘅啦。然後有借啲幫骨咯，你邊夾隻在邊都咪嘅，但係講你食掉嘅斑椒咯。哦，嚕啦嘞，就是可以記這條歌，就可以記這條歌。誒，我係記。嚕啦嘞。OK。了長咧是頭毛，你就長前期那個落水啦。OK，哆來咪冇嘢咩？咱去 onsen 是有搭波雜波參未哦？family 帶俾有咯，你想？哦。
family 特別有咯 family 你想隨隻房間佢 family OK 啦 normally 上 public 嘅咧是打波哦可能去打波呢打波去打波啦但咧有時打波我會記有幾道是樣到下邊做工嘅樣做 cleaning 嘅咧嗰隻是 auntie 啦哦哈哈冇關啊哈哈哈要看人家唔看啦有咧冇睇嘅我記得我是有時會記是個少年嘅查某叫物件我啦叫佢啊因為我看到狗咧人本身普通啊無講特別去查伊查某也無講特別去看咧係啦我睇伊做嘢工其實這關係遠咯未講硬啦我無看到人硬本แล้วแล้ว有當時 sometimes uncontrollably 嘅事咪是真歹勢哦你真有當時就熱水咪起嘢特別入我係入朋友炸啦我你入朋友炸那朋友撲掉啊朋友撲掉朋友小了我講嗰啲跳自己你 hot spring 嗰啲佔落去啊佔乜唔是嗰個墮掉啊佔冇啦佔乜嗰個碰你就去佔領水啊就叫到對啊掉半咯哎呦死位頭毛真係得到叫我揼咯伊個你講免食啦，哎呀，我看關係啊，雞腸阮看過，然後你German sausage 阮看過啊。雞腸？No。豆嘅冇看過。我假是講，因為尤其是 winter 冷天時真笑。哇，真正你想真正 refresh。哇！你哈密即係 relax 嗬，你成個你生嘅咧係佢哋辛苦下佔咗。對咯，你一個成outdoor 呀，伊就冇安心做啲 outdoor，你三個你都長嘅樣都咪頭鬼鬼，哇！你其實講另啊攞去佔去，哇！就爽是正咯，所以都日本人係長嘅，我覺得真清氣。因為我對下冇個長嘅啦，但係啲長嘅食唔了啊。OK， 來講長嘅。我亂講時啊，我俾聽亂講。OK， 變妙了。來，我俾妹應該點 request 嘛？即係第二話題。OK。來講你長嘅啫，免你講小等嚟講，我得閒一個別人講，一個就俾佢講。我每可能攞長嘅阿格夾啦，攞阿格，一人長嘅攞平常時特別長嘅是落股。打波。你真係啊？你打波嘛？講你打波，講打波。打波啊，見你5分鐘，我辦你30分鐘。你係咪你有當時是打波，有當時是打波啊？你個記話我未咯？看時間，我當時做打波時就較長啊。你話股票做工嘅時間慢咯。哦，做工嘅，特別做工嘅時間慢，唔是做工時間快啊？做工嘅時間。啊，是你特別寫個前期做工嘅時，你冇做工時。哦，啷個打波咧？打波落股。早起 less than 5 within 10分鐘。安尼緊？我咪是冇，我是5分鐘啦。爆死頭了誒，爆死頭啦，5分鐘。爆死頭啊！我咪是死頭。阿妹爆死頭嘛，阿妹是 less than 10分鐘是爆死頭咯。早起 less than 5分鐘，我早起是慢啲個包呢誒，長嘴很搶出嚟。你搶佢個可以車呢嚇？對。你是大啲馬來西亞，你特別長at minimum 攞到，特別讓多啲英國這邊較靚嘅所在啊，一刀呢？一刀。來每人學住兩自賺幾刀嚟，每下我哋都。我攞到我3刀吧。攞到3刀特別攞3刀，就我這邊咧就攞3刀特別。Actually weekend 嚟講 weekend 是攞3刀咯。你都冇機會漲嘅，事實上就係做工。有時做工是別嘛。佢都白咧，你這是4-5刀嚟咩？哇！แล้ว平時做工咩漲就4-5刀咩？因為老慣咧，冇夾老慣比數。哦，你就老慣就漲嘛。老慣就漲咯。你配黏嘅咧，你沙本掉啲你配邊冇好啦，冇爽，你特別漲。是咯，comfortable就漲咯。不怎麼樣。攞刀。OK，個有票機幫派。
有做工嘅是兩刀，無做工嘅是三刀。OK，是可能這裡是大馬來西亞人啊，叮當鳥，哆來咪，加普吉碰爬牆，做工兩刀，無做工三刀。你是講你無做工是三刀是其實就你早起起來將下晡個將沙啱嘛，before 困就將沙，係唔錯？對，對啊，看。啊，你搞點？大啲英國呢一刀，特別那是我出去去玩嘅。我阿妹，我是阿妹，我接去農村嘅時就俾清氣嘅，我係農村是清氣嘅所在。就是我你去 boarding school， 你去學時啊。我冇腳嚟當啲我當我農村啊，伊人知啊，袂使借啲我農村，袂使當我農村，袂使係人是人嚟 back 啊，係咪？袂使係物件啲我農村是清氣嘅所在，所以我阿妹是特別酷，特別長個清氣，然後個入農村嘅困。啊，這裡是英國啦，英國冇上，英國啦，我那是上個拜禮拜，我那是出去花會去做工啊，是咪我老闆我就長個一刀咯。啊，就了boy來阿妹是我個長個一刀，特別大啲馬來西亞呢，就俾早起長個問啲個包淡薄了，讓。那是我出去行對來，我老慣我就俾長個嗰啲刀啦。那是老慣嘛，我係可以念，我就俾長個了。แล้ว阿妹是俾入門村嘅時，แล้วก็俾長個嗰啲刀。แล้ว本時馬來西亞嗰時去 club 嘛，去 club 去小追啊，去小追嗰時係咪？我那小追是我本時長個嗰啲刀啊。啊，日本鏡啦，日本鏡，最啱拍字啊！我聽到滴。Sorry， 我 mute 掉。我咧那做工是蠻攞刀咯，早起起一堆。你冇做工是冇賺。冇做工 normally 咧是我有出去有堆就厝我就賺到咧。哦，你係堆厝就係外邊出堆嚟。啊，有外邊出堆啊，就俾哎呦搶者哦。哦，假使講我拜啦，假使講我拜啦，早起請咪賺到咯，要去食 breakfast， 對嚟搶嘅 style 咧 ，maybe lunch 會出去時，對嚟個搶嘅 style， 所以應該就係到啦，我總之有出去，有對咗出去就搶嘅 style。OK， 大家讓漲 X， 嗰個漲 X 是。或者漲用 shower 咧，點解咱講漲嘅時，咱講 shower 嘅時用 shower 學緊話，再講一下。啊花。藍水啊，唔知。水花是漲啊，即個即叫咩？邦古唔是點巴？最紅。不紅不係最低。佢哋啲物件叫做咩啊？嗰個咳啦度，佢哋啲 plastic。電巴漲 X， 電巴漲 X 個水花是第清氣了。你陣間阿冇人啊，真係屬個謝嘅，按照講啊，伊人潛水嘅，嚇巴得，嚇你係第垃圾咩啊？講我聽。其實係你清氣咩？隔了我阿冇朋友啊，我知伊人潛水還是伊人水花。伊人潛水嘅，伊有一個味嘅，我係味到，我無講伊人聽啦，伊人袂曉講好聽，我所謂講。我係味到啊！特別我關時間伊人咧，我無嘅呢個理，特別我頭先嗰啲，我係知嘅啊！我伊人那是潛水，那是伊人用水花，伊人較清氣，較好味。所以我係partner就特別用水花嘅，伊用沙刀，一般是上街。伊成個 Asian 嚟啊！伊真正清氣，啊冇我咪就未打閒了咯。你講下你漲最低浸最低嘅漲嘅是，你安怎會比啲上漲冇上？伊身軀會比較重，身軀會比 body odor 較重。但比較人有可能較艱苦比啲。美國人我感覺到BO 嘅本地較少。美國人較濟人是用水花嘛，伊人用水花漲 X 啊，伊人就無潛水嘅，伊人無潛水漲 X 嘅。有啦，有本啦，是講有可能較濟人咧，你人要浸下，你浸，你 shower 好時咧，過來浸成個 as relaxation 嘅可能。
哈，特別這邊是伊人平常嘅長益是真水嘅，所以我有朋友伊人了個伊人長益是早起時，所以伊就要起較早 ，because 你知哦，你要下水那邊水池，就省鹽聲個真係濟嘛，然後佢要坐落那邊四人水池。坐落那邊，所以安尼久啊，咱長益啦是8點鐘啊，是45分鐘嘅一日啊，咱要長益，然後佢起來個垃圾，哎呀！你再入垃圾無？你起伊水池嘅時，你看到伊嘅時候有一個，哈，有一個一箍，一個我條啊，你會看到誒，所以哎呀。because 你坐啲水時，你會垃圾架了入去水 ，OK？ 那特別你徛起來嘅時，伊水嘛掉咗你會辛苦咯。掉辛苦，哈，哎呀，我要問啲個吧，我要問啲個吧。咁每隻兩間 hotel 嘅是，let's say 講有即係咩，bathtub啦，兩會去用無？有當時有用啊，有啊。你有想過啊？有人去迄個水池啊，甲伊浸水是即條幫助。特別天氣啊，亂計掛。就是冇緊咧垃圾啦 ，because 就用水咧就係搶走了。你話看你放曬那邊就下解咯。我看。depends 看你大咪 hotel 嘛，你大 hotel 就 OK 嘅咧，伊 bathtub 真清氣嘅。你若是大 normal 嘅，你看到你冇冇想像會反正咯。是。我講兩聽，你人若是關係去大啲客棧嘅啊，你會買一個可能海是真正暗嘅藍嘅色嘅海，medical term 是 woodslide 啊，你入去你會在菜館嘅房間頭先入去噻，你看㗎了嘅海可以暗，然後你開門窗，你上啊伊 woodslide，啊呀，那是有垃圾物件，你會看到伊 fluoresce 啊，嗰啲我看過 YouTube 你本是做上啲伊個水池，去把濕伊水池去著，你會看到伊人切開正氣無。特別就是咧做事，你自己你未自己叫未到啊事啊！笑啊！但是你特為乜驚？你特別自己驚你面層薄啊！佢出，冇插你落好嘅學校，你會面咧 pristine 嘅話。個尖頭妹自己行去。係咯，尖頭妹自己行去。你只係你有時到學校，你成日就講啦，你 bed bug 上面 possibility 啦。我第一件是白殺，我冇蝦米驚別人嘅成個 body fluid，我想關事啦，你做你個啦，你 expose 佢咧借到了啊，你都被蝦米個理了哦。特別我第一件是白殺哦。啊？咩事啊？個鬼嘅聲，我咁倒去啊950字，是950字啊，950個啊，冇起啊，999，點樣起啊？點樣是950字啊？998。哦，攞自己自敗。我定到我無 bathtub 嘅時，我真正希望我有坐 bathtub 嘅。啊，你住 bathtub 啊？冷嘅時候咧，特別冷嘅咧。冇啦，bathtub 嘅咧，bathtub 嘅好啊。我應該對就 understand 嘛。你驚有一個 bathtub，你驚有隻面鏡洗。對，我問你有幾後嗬？我3年內邊用冇超過5刀。你我愛踢掉伊咧，我大概前2個月我愛踢掉伊咧。我唔知你人有想過我無？我第無暑假誒水花誒長益啊，都俾白起那邊一個 bathtub 誒，我第無暑假，我暑假就係 dedicated shower 誒，我暑假係行入成個一個。是世界房間嘅那款啊！我冇暑假，我冇暑假都俾白接嘅。嚇，你個白接你把得一個有 shower curtain，我哋嗰啲是 shower curtain，shower 布是 plastic 嘅，你開一隻水嘅時啊，伊個風就特別吹，伊個布咧當我係。你講下面，我真係驚。你啲車你探唔去冚白蕉啊？你唔知啊？有人騎啲咯
嘢boy啊，係睇了呀！我開我目睭先看有一個白人後邊，我第一驚時啊！我看住個玻璃，玻璃你會看到就擺你會看到，人接一陣經都半滯。或者我去隨人講重視嘅先知，我去隨嘅時候，我叫啲叫佢贈嘅，時間咧佢目睭嘅時候，到底每期了咧。我都講，我就你大媽講嘢，你大媽講物件好，我時候對我介紹物件講了。講。你 first thing 一講打住 bus stop 嘛對，你就我厝即個 bus stop，because 我嗰時可能 case 我會打到去 bus stop 內邊，然後開水化站誒，然後我特擺打出來，我險鬼刀險到，我佢一關嘛，然後人卡低嘛，然後你跨出來嘅時，你跨出來是個骨氣咯 ，that's the reason 我俾踢掉我係包。你講下邊係隻班股啊？我不時候佢係幫估嘅幫估骨嘢咧，我覺得係一個迄個 shower mat 咩款係了，at least 我未骨氣嘛。你看，搭行要用即係水滴去用水化妝 X 個了是歹物件，你看，你若是係 bus mat 呢，伊個 bus mat 個舊衫愛洗，個垃圾我個原理，了伊個 shower curtain。本係成個我本原理，搭行啲入面把濕是原理嘅物件，所以我冇試把濕。แล้วอีกก็我們冇試過，因為只係英國中講嘅咯，你佢你講嘅是一黏了，你成股個苗嘅，了你冇寫一成成，我真正吉利嘅迄個物件。佢黏下。佢誒第上面位置誒，第你看誒，第特擺有嘅，成個成個你看啲物件㗎了。誒，就是紅色 rust 色，而且鮮色一色啊，你 LG 一色。對咯。成個誒特別好，我係就係經我內就係經是。我裝的是 shower booth 啦，就裝你水花棒然後呢是夾呢。然後我係我大就係經驗都是你巴達特別夾就去巴達裏面裝。我嚟 shower 我 shower 嗰陣是我攞地 shower 嗰陣一個是個邊即係南邊的啦。特別攞你本是布嘅，唔是 plastic 嘅，所以我呢隻係就叫。washing machine 嚟洗嘅。哦 ，OK，so at least 你洗啦。แล้ว你洗then 特別我爸母人嚟大時，我就驚人拔刀，你知有樣自己啊。แล้ว伊人是 because 外口就係更加大間，所以伊人是用一間嘅咯。即我巴達裏面，我有個嘅出眼嘅迄個可以被骨嘅啊，係點咩叫？伊會成個是你 suction cup 嘅啦，呀，搭落去一定面錯了，我係白冇人接出嚟時用嘅，我梗係驚人拔刀嘅，我就驚人拔刀。呀 ，actually 啊，我自己講是講拔刀嘅，嚟講，介紹所以就介紹，OK， 即係我拿上個你知道講到嗰種婆婆喺攞個去攞表呀，我大學，我去 China， 我是 company trip 咯，所以隔離 share 環境咯，你是依個學校 OK， 依個 toilet 依個 bathroom 嚟啦，我自己見嚟看住佢 room 嚟。那 the worst 你奇怪係咪啦？因為有好多個燈啦，有個燈嘅，我哋個燈是到外口嘅咯。OK，所以佢哋咩？裝嘢啦，依個搭嚟嚟，佢冇嗰啲shower mat 嚟咯，嗰啲處理嘅。三號那個我裝嘅時候，我被拉出來時候，我覺得是拔刀咯。不得幫。你拔刀，個腳就依個啲 shower 個燈，一條咗。我未以為這個好彩我係佢，I'm sure 一聽到嘛，好彩我見嚟開嘅呢個燈，開嘅呢個。亂咗講，我冇講，你真係聽啊！在做事，咁我哋嚟 shower rod shower 個燈加漏嘅了，那是好彩一冇嚟開呢個燈，嚟開個燈就係看到我多到頭殼，我都放掉頭殼。你講拔刀啊？爆到頭，一手個燈又落。
而家佛多都叫我猜講冇咩講嘅，冇下字超字啊！喂 brother-in-law 嗬，伊較早伊捌住 hotel 嗬，伊去坐迄個人坐嘅站板啊。然後你知有個人自家箍起去嘅嘛？哎呦 ，My God！ 哇！一箍起伊個站板逼起啊，好彩伊無刮掉。Oh my God！ 我只翕相嘅互人看，講你看我紅。該食啦，你哦，我講好彩無刮掉 ，because 當點樣看到伊小英講刮掉真正嚴重啊面嘛，好彩無輸啊。喲，有人只古人哭起咧，怎辦咧？真正 common 咧，真濟人響哭起去嘅。哈？係啦。講你其實 common 咧，你想我冇使用先 public 啊 ，public toilet 咧。啊。你樣哭？但係樣未使哭，但係。still 真正想哭 because 人 feel 到垃圾嘛，所以人唔敢坐咯，冇用坐，用哭起去。但係 in fact，你哭起去是真正危險嘅 ，especially when public toilet 嗬，伊迄個煲啊，有你裂啊，你唔知嘛，因為啱好裂痕啊，你起去呢，起啊咯。啊啦，哎呦，解哦，咁驚人。你刮掉是夠啦。Oh my god！ 哎呦，你破啦 ！Oh my god！ 破啊！你坐落去，伊唔知有冇教？Oh my god！ 別。你問者，你人暑假迄個水花嘛？人水花嘅頭，人暑假按照款嘅水花頭。啊，個無像嘅啊！無像嘅。rain shower 啊！我暑假 rain shower 嘅。rain shower 定面都來咧，剁地啦！對。咖喱要嘅。哦，要嘅啊 ，miss 哦，成個媽係第日咪一樣紅色盤嗰啲要。哦，我冇暑假迄個，我暑假水吉大嘅水，咁水嘅嚇。我是 OK， 我陣我家頭冇，我家己家頭冇啊，我到處啊。所以我家己家頭毛咧，我是加了是咪就係毛咯，佢先酷噶啦。我就我按翻查你加了是個毛佢是嘅。然後我就只去喂，喺呢度大經嘅，我特別用嗰啲水花咧，特別用嗰啲辣爸爸嘅，你就長隻骨嘅嗰啲，唔是開較大坑嘅，開較中嘅，較細坑，咁撞出來。係你呢個係長嘅毛去捋，然後我家頭毛係毛長去捋。然後你上面係無人面我看你。同水啊，掉咯，我用pressure cooker。喲，好料哦！係呀，有木面啊，勁瓜。我減一項，我減頭椒。頭椒係咩？頭椒啊，未有講頭椒。plum 係咪？嚇？唔知係 plum 係咪？你想？你是邊個 plum 伊就長生出來？我唔知伊是個落嚟，代表我真有人係頭椒啊！頭椒學嘅話食了我冇俾，頭椒未曉。好潮靈，出張就係啲嘢。自己普吉幫拍㗎，即係冇估差唔多成嘅，是所謂。叫 fish gum 啊 ，fish gum 對，阿冇叫 fish gum。哦 ，fish lips 啊，就係 peach gum 我唔知係咩嚟。伊是啲係必須潮漲伊 rod 那個生出來嘅。你以前裝係是黏哥哥呢嚇？哦黏哥哥。伊大時成把肚可能一粒一粒嘅，成你在照眼咯。唔是，你在照眼咯。伊等到加飯機種嘅槍嘅 N.O. 伊成個冰糖可能一粒一粒嘅，所以頭椒咧伊大時成可能。你個咩浸水啊，驚，係咪一個成個照眼嘅可能？嗱，就是 post group chat 那個。你是人講一粒嘅，然後我特別我冇學過。你成日你是 recently 人家食呢古邦貝 recently one of 冇學過唔啱嘅，中國嚟啊，冇學過嚇，冇學過。resin 嗱，這裡啊，這是 peach resin。哦，攏快掉。誒，你都未看到啊？哦， ，there you go。
即係 collagen quite 好嘅啊。就所以之類 description 就係華語啊。桃膠，這些哪鳥出嘅喎？鳥出？嗱，鳥出嘅藤。好，哎，那 which is it say？你講咩 peach gum？不如一無甜無味嘅，無味無爽誒，無味嘅嚇。哦，伊是食類糖水邊嘅。哦，但伊是轉轉嘅，還是食菜園那款？伊上加食安怎講呢？伊上加食 NO。哦。伊本是個 NO 上嘅，煮太久嚟講吼，伊變。煲嗰啲變水去啊。係咪咁？貴喎。啊，貴哦。關便宜啊，你講100 gram 幾十塊。我唔知幾錢，我自己食是我爸爸好啊。我唔知幾錢。買好。食米唔知比價。係啦，食金蕉，即叫咩啊？金蕉巴，叫你叫咩？頭椒。食頭椒唔知頭椒拖膠啊？拖糕啊？佢叫咩？拖果。哎呦死！嗰邊 framing。OK。嗰一項愛講。啊。我特別到 hotel 嘅時啊，嗰時我出門時想特媽應該同我講西面，無站 A 係啦，紅險一個人徛到迄個嗰邊口嘅嘛。所以我特別後我若去我到你行後正站 A 你開學校我嚟講你行綁去嘅嘛。對。Especially 到啲 hotel 我真係驚，等陣我站 A 好啊好，你知我愛看鏡，我咪得隻手切咗。所以我驚我切咗後，我看到一個人到內邊，唔是我係。我發現我是直接見嚟。是你切的是你看到你特別後尾個佢就嚟頭徛到邊。啊！我真驚，我看到無應該看到。我講你較驚啦，我笑喲，較驚就是你真係掃時唔知看到一個人，特別你冇看到邊啊，你是看到後尾頭毛等等。你頭毛嘢？你是伊頭毛後邊有特別粗燒啊、粗肌啊啦什麼衫。笑哦！哎呦！吉利嘢，你咪吉利嘢咯。誒，哆來咪路聽到你幾聲？我頭腦你第三冇聽到。哦，大把我冇夾棒啊，都俾聽直接就對。第三 actually 頂住 live 嘅時我有聽到嘅。嚇！頭一個我冇聽到，第二、第三我聽到，特別我 replay 時我聽到一個字呢，第三我冇聽到。你聽到我棒嗰啲 sound effect and music 啫 ，music 攰啊，都聽到啊。耐聲。秒叫我 repeat， 秒叫但我 repeat。我特別是 on the way 對檳城 PJ 檳城嘅時候，到 highway 聽檳城福建嘅。我唔敢到 office 聽啊，但係人講我笑嘅。你驚到人笑是咪啊？對啦，家己聽啊，等直直笑。我同事甲我講，伊佇 office 聽檳城福建吼，伊講伊做工袂 focus。有影袂 focus 有影，你愛聽講下啲物件。我只聽佢 repeat 下，誒，特別講咩？特對佢聽。來張 A， 我有個上物件，你講要驚嘅物件，你就是要嚇人啊！你再無你張 A 喺內邊攞，這是較冷嘅所在啦。你張 A 是特擺你做一隻steam嘅啊，然後伊個鏡本有 steam 起來啦。你若是要嚇人啊，你寫物件伫伊個玻璃，伫伊個鏡邊，伊 steam 起來是人會看到伊個字啊。對。我係私人字個，我特擺去寫物件成個 get out of my house。你出來你看到伊個鏡啊，成個人笑病，笑。是你尤其是你加是 shaving cream 啊，是十本佢哋嗰個餅嘅。特別你加手做啊，肯定伊都會快啲。because 你手做油呢，你家裡有油。你做呢啦，你做一個手夾，你嚼手夾呢。無你畫一個邊。即係邊，即係冷嘅邊，成個鬼嘅邊啊！你叫呢邊知道邊你知道。那個是愛護別白。哎呦，加工來啊，歡迎加工。
Hello，但媽個一個打波來，你就來啊，冇去啊，走去啊，因冇出條聲，我未介紹掉咯，你講掉，我未介紹掉就走去啊。了啊，張 A，OK， 張講啊，你張 A 自己幾刀？看啦，零嘅時那是做嘅時啦。嚇，零嘅時咧幾刀？零嘅時攞刀。做嘅時？個雞會攞刀咯。你種這個水花還是種浸水池？得阿冇？那是講零嘅點聲，我屬個浸水池。哦，你video 要應該點？冇，應該用種水花嘅事。應該一般是參種水花呢。我講條，我干種。我昂是種一時種一種浸，一屬個浸巴達嘅。特別伊是種一好時，了伊開水了個接落去浸。啊，了個接落，你是無像，了你無像。伊唔是夾咧水滴來洗清氣嘅嚇。啊，毛毛菇嚟啊！我看，我都少長水花啊哈，我冇得是浸落去啊，車起來這個種。咱浸是浸咗水是。咗水啦，喲，你最乜嚟當？叫個了去幫你當，俾阿婆。我想阿婆是溺水嘛。阿婆咗水啊，咗水。做咩會咗水啊？做咩會咗水？到時咧就本來人，你人會係啥？咪胖胖嘅物件都。有當時係你 bubble bath 咯，係你。無好啊！誒，你看你物件較無好，互你會賠，你知無？because 人嘅皮做咩有淡薄油嘅，你那是浸喺那邊，伊嘅 detergent 那邊，加了你家己嘅皮嘅油，加了落去，แล้ว杯來你較老嘅時候，你會皮較硬嚼去，較硬按照講。誒，你有人係咧咩 essential oil 係什麼嘢喎？就係幾杯可能啊？油較好時，油較好時。哦 ，bath salt。哦，誒，我有嘅，即日本奶無上嘅湯，伊是寫湯嘅嚇，伊寫湯嘅。湯是長 A 嗎？胖漢嘅咯，胖漢嘅咧係咧，maybe lavender 誒。啊，我有。講法是講，你想有骨水哦，嚇，你未必你用一個，你想 skin 個大，未必你用一個something。你下面來看。一包嘅。哎呀，是日本字。伊是啥物啊？啥物字啊？伊個好是啥物 ？bath。啊，呀，好搞啊！嚇你物件咯，嚇你物件。嗱，你看到伊是湯嘅，你看到伊是湯嘅。湯意思是小水啦。啊。小水哦，熱水啦。我唔記得。頭先唔知咩個頭，你底嚟試啊，你咪一包咯。哦。所以阿嬷唔知，有時講每每個阿嬷會係阿嬷，有乜阿嬷咪是有當今即係咧，成個人當今咪興咪係咧咪 lush 誒water 誒 bath bomb 啊。對，係落去一水係啵咁樣嘅啊。試啵，哇！真嘅爽，真嘅。我想愛買起嚟嚟用，嗰落餐邊啊。你 lush 係明？Bath body beyond 係咪叫咩啊 Bath and beyond Bath and body works I think 歡喜哦，嗰時查某寶暑假頂住白講句。哦 Bath and body works 嘅話即係叫話增益辛苦嘅足工。即係叫毛毛幫你毛毛菇嘅加普吉胖胖講嘅。我手機面，哇！有人手機面，我係朋友好啊，是你 essential oil 哦， eucalyptus 我看考嘢，看伊吸嘢。eucalyptus แล้ว做大拉 brand 啊？我冇 brand 呢個叫做呀 Cameron 啊 cinnamon 我冇咩時間啊，我唔知 cinnamon 冇咩時間。แล้วแล้วจังเอรูตี้ใช่ไหมเขาลองข้อจามีเกี่ยว
咩来？我攞得借，這是你 essential oil 呀？啊？你借你嘅嚟換冇咩？安怎用？你嘅嚟係胖呢，是嘅嚟做 therapy 呢？所以佢咪變咗。隔了冇有。你嘅嚟脱你爸爸。但所以我昨晚未使脱爸爸啦，脱爸爸消去啊。是啊是啊嗬。但所以昨晚看到我看到係鹹咗淡薄。啊，上開上喎，上看嘅喎。啊。所以裏邊有係咪講啦 ，lavender 係咪？裏邊啦。裏邊有 ginger、lavender、有 lime、peppermint、lemongrass。呢個冇上 for different for 冇上嘅用法嚟啊。For distress 嘅 for 頭痛嘅 for 我只 basil。可以困呢 basil。哇！我本 suka 嘢，我 suka 嘢 lemongrass 嘢長毛嘅。誒，我 suka lemongrass 我個冇啊。哦，用嘢長毛嘅了綁未定㗎，我想。誒，你細漢陣有拔長毛油？盡力啦，有。我就拔長毛油。誒，你講到，因為咪啷長誒啷有成個講要做，係咪咪嘅特調啷長誒是啷一步即其實俾我特調我 routine 嚇，我是特調對上嘅咋，但是講我換到波，我係成個我習慣性走去嘅。我頂啲 Facebook 唔係講面錄類，係咪啊？你寫到我 area 性就是講你。我有習慣寫我 routine 嘅，我 routine 特擺上。啊，你講上你 routine 上面，咱得人講。我有寫頭毛冇啦，我那是寫頭毛第頭先是頭毛 ，always stop to do 嘅。啊，我不是這樣喎，邊面有個慢落。特別冇 except 我寫邊呢，我是老後尾寫。呀，所以我寫頭毛寫成股了，了落到頂面，阿莫管寫落去，到我對騎掉啲 in the middle 啦，騎掉 middle 了兩個人上嚟。เราไม่ใช่เซ่มันสิไม่ใช่เซ่ขาดช่วยกันเลยเซ่บินเนี่ยอุ้ยแล้วบ่อยหลายว่า用 face wash ว่า face wash 冇上嘅ว่า沙本ว่าface wash 冇沙本嚟แล้วว่า冇สุกะ即係真係濟人睇下用 shower gel ว่า冇สุกะ用 shower gel ว่า用沙本啊ว่า用較 old fashion 嘅沙本ว่า用 shower gel 嚟ว่า because shower gel ว่า上個黏真係怕死咯冇真係แล้วก็detergent ว่าบสุกะเนี่ย用嘅 detergent 當對我係配 because 一寫起來กันแล้ว油冇好好攞嚟配。比如我用沙本嗬，我用沙本嘅時我係配個單咋，我就會用佢哋有時候有淡薄 moisturize。哦，應該有 conditioner 那邊有淡薄油那邊。特別我係用不สุกะ喎，我係用不สุกะ伊有骨骨伊成個 moisturizer 特啲咧，像伊不是假，伊是假濕濕，伊講成個你未清氣講，伊都是啊，伊不是假，我是就是伊成咗不是假我係除啦 ，because 我係除我用 water softener 嘅，我干了冷漲水干了是 soften 嘅水。啲最真，按照講啊，唔知學嘅話就講真係攰，所以你用淡薄呢，用淡薄嘅沙本呢，哇，你攰成攰到係長嘅啫。你若是用上隻shampoo啊，哎呦，你洗個未了喎。你有最用 brush 用洗佢先股。頂到我不用，麻煩咩？我對安呢呢，安呢，我每行路人上 A 啦，路人有上個 special focus 到啲類靠。我姑姑一刀落嚟卡。It's not your leg but your foot。姑姑一刀。我打折。飛我卡，我冇 focus。咖喱嚟變嘅了，我寫打折。真正濟人 miss 掉即個物件誒，因為人請人外口走嘅話，人佢開會流汗嘛 ，especially 你家你開家你內邊定會掉汗啦、垃圾，咁咧係真正濟。當然真正垃圾嘅。當今日家你家你嚟看有冇垃圾哦？當然。Precisely，你看我真係清氣，你看。
我卡是我洗呢，我是张 A 是洗呢，比如我是用 shower gel 嘛，所以我用 shower gel 我咪是用濕水，然後我咪是淋我用嗰啲成個露花啊，嗰啲 shower 用得蓬蓬嘅啊，然後我倒到下邊，所以你就用洗外卡，而你嗰啲一成個有暖嘅，所以我就夾我夾呢，安脱，係你話冇 focus 啊，嗱是我 focus 先，我就係我係巴得裏面咧，我就係你我是脱啊，嘅你巴肚啊，你靠係你對咕咕一擺啊，係你物件，你嘅係行做 bubble 嘅嘛，actually 你一點換，係你是貴咧 one of the thing that 真正用掉 bacteria virus 嘅，我差唔多5年啊。哎呀，仲未俾，仲未俾你嘛大走去你嚟仔哦。嚇？你講咩？我大走去俾你5年啊，聽垃圾。冇啦，我有啦，冇啦。冇啦，你前呢啲入邊 bleach 就 OK 了啦，係啲入邊 hypochlorite 嘅 solution，呢就 sterilize 啲了。我差唔多有1年，冇9個月。Because 咗啦，kitchen 嘅 bleach 啊，kitchen 啲入邊 bleach。我嘅罐水罐，係你本事 OK 啦。你叫定當我小我出嚟人啊，特別嘅你多播啊，嘅去殺罐水嘅。多播，係嘅。特別我呢邊我係食 plastic 嘅，罐水就用㗎啦。不過我咪聽別人嘅 routine 個，就見是咩啊？巴魯來。香港多麼個？是多麼個？主要係咩啊 ？John 多麼個？多麼個下掉？多麼個？你張 A 嘅 routine 就未講啊？嚇，按照講咧？你就自己張 A 先。唔等等，我叫別人聽，你聽下，我叫我哋都講你 routine。Words, I think 成你講咯 from top to bottom 咯，成洗頭、洗面喺度洗成股咯。我是老洗面阿妹。我就快 concentrate 阿木管嘅事 ，because 阿木管比其他後邊啊阿木管啊，係你洗面是咪是你咯？哦，冇啊，我洗面是啊，我洗沙本，我是洗上布頭，攞咗用 conditioner。我冇用 conditioner。我同我想搖數冇需要用 conditioner。哦。呀，我係搬。你差唔多嘅就用嘅啦。我冇搭緊啲車頭毛，我最叻擺攞刀呢先 ，because 我係頭毛前一帶，我你冇係 head and shoulder 啊？哦，我話你係 head and shoulder，就講換下還是 glamour 啊 ，dandruff，我冇嘅。dandruff 學嘅話叫咩啊？頭皮嚇。你頭皮，你人看一禮拜洗一兩擺，你去困嘅時候被感覺到你即係枕頭黏。冇，就是我頭毛轉一大，特別我去馬來西亞時，特別我洗頭毛 ，because 我流汗較濟呢。我嗰時我特別洗頭毛啊，特別啊。特別是咪頭毛嘅影響啊？你頭毛影響，แล้วก็ตาก็ split ends ก็係咪กันแล้ว嗱，你看我嘅頭毛，得啦，好啦 ，OK 啦，你等啊，即係回應我啲，等啊，我講咯。冇啦，40幾歲啊，冇錄，應該冇錄咧啦。Genetically 冇啦。你頭毛有淚咗，人講波打10厘，波打9厘有淚。哦，攞今晚有淚嘅是今晚波打。今晚有淚，波打未見。Oh my god！ 我今晚波打喎，我今晚有淚喎。喂，有淚個被波打咧，波打。我今晚有毛。今晚有毛。你可以做咧嘛？你做咗就冇淚嘅喎，你話自己就做咗就冇淚啊。嘅情景係冇嚟啊！你隻有毛呢，就是冇嘢。
你冇你，哎呦，我咪拍去啊！唔係，有淡薄無頭毛，本就好看啊，三家。嚇，有咩？小飛機。我講到。阿 John，你上個你被爆炸到嘢啊？嚇？你上到被爆炸到嘢，上到被有累到嘢啊？啊！我嘅人係我看我啲 research 過啊，按照去摘你頭毛啊，不知就是我冇毛事啊。誒，我想問攞物件啊，hygiene 嘅啦嚇。Long how often 啊？Long trim long pubic。哦，你看你就咩事喎？我去 public toilet 啦，佢其實冇好啊，嗬。我ยัง冇 trim 啊，掉到一堆啦，冇位嘅了嘅。呀，只係佢呢哦。我知啦，嚇啦冇講。那幾哩嘅 manscape 嚇 manscape。我夾頭毛，我 I think 我寫一個月啊個。OK， 我夾頭毛是個4禮拜一擺咯。So 我8禮拜我夾8禮拜一刀，我說攞刀嘅 haircut 咧，我就 trim 一刀我 manscape。我攞你一刀，攞禮拜一刀。我有一個寫像人用 trim beard 嘅，我唔是 shave clean 嘅咋，我是 trim 佢哋。trim 呢？你咧？嗰度白咧？我三支刀，我睫毛。你是寫嘅了，不你是剃嘅了，是 trim 佢哋？剃嘅了。看咯，if 我剃唔lucky，我剃唔lucky咧，我就是剃嘅了咯。lucky 就剃嘅了啊！你別個戴啊，先出來是剃嘅了。我啦，我 moisturizer 啦。我唔是 moisturizer，屬於是伊啲毛青出來頭。別哦，你一個梅朗嚇。嚇。講毛物件啦嚇。毛菇。因為這邊 Asian 比較弱嘛對。要讓 man 所讓穿 short pants 所讓有 trim 讓ขา毛喎，係咪數就因為等於是我穿 short pants。แล้วล้างเจหมอมาแล้วยังก็เยอะกี่ลีโลหลังกล้องเลยนี่ขาหมอไอ้จีเนี่ยทดลองชิมใจละ我冇มี特別唔知啦 maybe 我ขาหมอ冇講我看我自己ขาหมอ啫你是講到啲你巴下位嚇特別我穿隻 skinny jeans 少我毛你露條隻字啊你穿 skinny jeans 是啊你毛露隻字啦係咪數因為靠掉啊！我嚟睇啊！做你找解咯，搞咯。一直嚟我解咯。獨立頭啊你？哎，獨立頭。我困車一下。啊，我困車。แล้วไม่ขาหมอจากคนเราไม่รู้ก็มีขาหมอ但是你就 trim ขาหมออันนี้คนชิว嘅หมอมันจะ trim เวลาสิขาหมอชิวหมอมันจะsorry 超無力頂啦，嚇！你乜看人嘅超係摸嘢借？有。而家講嘅摸我是咧借。啦，鄧冷乜啦？鄧冷你話我借摸啦。你話我摸，嗱借你話。你插骨出嚟你看。這是 natural 嚟嘛？有人冇，一個 trim 咪貴。嚇，有人是講的 I think 亞洲人較驚毛啦，點講？啊啦，東人較冇安尼借毛啦，日本甲韓國人較借毛嘅時候。我係腳冇毛啦，唔講借啊！我看一間邊度就知借啊，佢都辦。一邊借毛啊，一邊是借毛邊啊。哦，你嗰時佢成超，我又未成超。黐咗咯，人講成咁毛山。超嘅毛嘢。啊，冇鬼辛苦嘅毛，腳毛啊，超毛啊，超有人上個有超嘅毛，我你但是嗰時你請唔會咯，但是你煮食嘅時你會手你走會開。一按嘅時，你手嘅毛，但是會小皮啊，滴滴嘅咧。那個頂面係被有當時會燒掉。你一邊有毛鏡啊，定啊？嗱，哎呦，那一隻毛咯，我整部我無。
我無安尼摸這邊。佢哋是蕉你啦。好啦，無係咪無成個阿摩呢啦？你咪講，一講你咪講得嗰啲硬啦，喲。我冇講俾佢啦，唔該，我硬無摸。我硬個摸啊，我硬。啊，我硬無摸，我巴真濟摸咯。正數啦。這濟摸人是意大利人，我去意大利看到啲人啊，我又看咧濟摸啊，成個動物咧，我看了會驚啊，成個維護份咧。有可能是伊人嘅樣嘅配，伊摸啊食個當食，所以看下啦，啥子？有你問看到 blonde 摸，我就係是講看唔到嘅啊，哈。未看啊，未看。因為我諗看我講得嘢唔啊。看了啦，硬食嘢啦。啊，喲，我咪請咗嚟禮拜。你訂達標嘅嘛？要禮拜攏去 pride48.com 去聽我 live 啊。你看過啊？我們講咗你會歌啦，你。是都乜嘅驚嘅？嚇？你開接我你講啲。Of course，係啦，我 size。Always size。嚇？有阿 John 都冇夠日慣了啊，你。我請起來下6,000個。看了驚死人哦！我講條我係 co-host 啦，我 host this year 係咧，因為 co-host 啊，一件咧，所以就趣味啊是。你做咩呢？你管住你嘅。我是我係 co-host，唔是叮 the bell， 唔是 the bell 啫哦，即是另外一個阿摩特波嘅。哦。伊平常時就差唔多成個教安尼教我一邊嘅咧，係啊，但我個請起來管嘅，我教我個啲。理解，最好比我個啲。安尼我暑假看，有一道長人較管個阿毛。誒，我就這本啊當 game。OK，嚟講到啲爭議。女人啊，頭先冇講了個即係 routine，都未聽查某嘅 routine 啫。啊，查某講就是 Deb 是裝新椒啊。啊 ，Deb 是新椒。有多買飲啦。哦，是我就未記得就話裏邊，問你有狗，問你有鳥。嚟啦，查某講啦，我要帶查某用翠花嚟洗婆婆無。做乜樣講？嚇，咱冇講洗姑姑個啊？係點講？嚟講。咪特別洗，我個有佢哋 special 佢哋。Douche。Hygiene wash。Actually douche。Hygiene wash。douche actually 真係有講冇呢？冇可能洗你 bacteria 走起來其實都 self-cleaning oven。我講啊，你查某你別使用沙本啲那邊去薄薄啊，免用沙本啊，前就薄薄。即你洗部清氣啊，等陣伊裏邊有 infection 咧就 douche 別使唔係用個好。OK 咧，但講你 routine 性，唔係講是啲薄薄呢，講佢先酷。你知邊度嘅事啊？毛菇你可能看㗎了啊？看咩？你問零下咯。我啲嘢我哋啲節沙。冇賴啲節沙，你成日頭會大拉啊！頭豆啊！喺條斜肩。嚟！就放西裝嘛。冇啦，你唔是正經嚟啦。我到 Facebook 嗰時，啲 friend 到 shower 咧，博卡你 Q 佢你嘅燈又唔是順路啦。以前 headphone 是乜都未接 shower。是，但係我而家放西裝嘛。誒，等我不到晚又講你爸爸告訴，咁樣嚟。咪爸爸告訴。嚟咁樣寫，人家寫你咋嘅意思？你仔咪是top from top to bottom。哦，即係兩碗 top from bottom 啊！แล้ว是你人家寫你頭冇？shampoo แล้ว hair conditioner แล้วจังแล้วเซค่ะแล้วเซบินค่ะแล้วสินคู咧สินคู你用沙本洗還是用沙本水還是用咩洗 ？shower gel OK。一隻我 prefer 啦 ，before 我困嘅時候，我冇管我幾點對嚟啦。even 我出去 late evening 啊 ，that means 我半夜對嘢冇好好，我一定愛長清氣啊，嗬，頭冇本洗清氣困嘅。because 我做工。because 我覺得碌攰
嘢係伊白紙喺道理成故嗬，你去困咯，喺你夾道理面前嗰啲哦。Yeah, of course。我頂當本成日看當然冇啊。我無插幾點咪是蝦米？3個半暝半我對出，我就被掌握了，我該入門村。我到底馬來西亞時我講呢，我念我都未困咯。我哋等到 Euro 3 weeks 嘅時候，我本身係講啦，我頭嘅講 Are you crazy? It's so cold. I said I don't care。你關事啦，你是關事。袂使個，我關是愛長下啊，長長期嘅困，我長我未困，我感覺奇怪。你看我去學燈嘅時，我本長下個，係咩事？人家都無長期啊，真艱苦長，真艱苦愛去困嘅，特別寫個長期個去困啊，你個 feel 到啊，真長期個去困咯。Correct。我困未到，我等陣我攰俾出嚟啦，我。所以會住放西啊，就叫長下。佢真正這個放西係長下。哦，馬來西亞有啊頂。放西啊老靈放西啊老靈怪，我卡吹成怪。你是老西是無？你只上多時啊？你是話卡吹成怪。哇！只落啊是解啊你。誒，你出去真係咪我看你韓照你過來啫？個都八。出來個卡我看你結真啫，你個都八啫。唔是你個都八你過來。我等乜神頭路啦？我看到啊，我被看你當緊現。買啦，我記住垃圾會洗過，會跳過。誒，豬，幫我 join 下。都把你卡好啦。哦。呀，我看。都把你卡冇事咩？你啲白多，即係 waterfall 嘛？哦。我了未？好了未？你 OK 咯，你跳舞咯。叫我 at 你個頭先佢都白講到 waterfall 嘛嗬，我有看過 waterfall 㗎，直接有人啲個站 A 喎，有叫 shampoo 嘅。哈哈，有。嗰邊情懷咯，長下情懷。誒，但係我做波㗎。我係情地殼你有冇情懷嘅？最有開掉。I think 是這裡一聽他媽聽到 live 啊，無你個 call 意思。琴日未別使講琴日未，琴日嚇。未琴日。等陣我到底講講嘅事咪是我講嘅厝入邊咪是有人肯講咯。要 technique 嘅啊，你叫摸去講嘅時，你覺得咧撲，你就可以碰起來啊，是裡面嗰啲寫啊，對，你講對我看過啊，我嚟依個咁幫嘅人嚟曉啦。哦，有個係勤考，好當攰攰啊！我了解勤考最攰。OK，啦，我那拍拖 social 咧，是成個你叫 onsen 你看到時講就是叫做素顏啦，唔是 onsen 你叫素顏。你跳落去講係會一嘢摸變咗碰起來。變咗 balloon 嘅，碰起來，你撲你 balloon 咯，你撲而家一變 balloon 咧，就到裡面射咯。balloon 走起一人大邊。嚇？冇就搶走呀！冇你冇頭你冇啊！你直頭安尼圍掉你看你。Actually， 我捌看到你去東海記啊，伊個金邦嘅人，甲了去伊海去長下嘅喎。哦，海珠咪是咁鹹。哦，海珠是咁鹹咩？特別我看到伊人係配啊，梗係水啊，未必啊。你頭毛應該本水啊，頭毛本水啦，成個當佢人輕輕你試索啦。特別我冇時間，呢時人半半曬至入邊嘅海。喲，我係看到伊人半曬至入邊嘅海。哇！我應該冇啦，我覺得。誒，我有看到，ramen，你看伊個好名，有人家好伊啊。我按講，Maggi mee 哦。係啦，我按講伊要去 school maybe 未煮 Maggi mee 咧，特別要去時成。我等陣都掛咗，我等陣掛。就是這是佢得不了。叫我掛先咪看到 Maggi mee 一個嚟學我看。我依咖喱雞。咩事啊？嗱，看。得。
哦，個出好料。誒，成個潤燈嘅咧，較大是冇？成個潤燈。好料。Oh my god，個 ham 喎 ！Oh my god，so delicious。我硬隻好嘢。我要我諗住。ham cubes 啊，個 ham 喎，裡面嘅料啫喎。撞你嚟講撞，啷個幾講？你唔係咯，我唔係咯，一個物件嚇。啊。攞按照 calculus 個卡位嘅，哆來咪。calculus 啊？你咪是日多寫哦？佢嘅寫多。咩是 calculus？calculus 係 cons 啦，而家哦。你成日寫定嘅配啊，到底你卡。咩晒？我做只咩都未巧喎。一時一粒，一時一粒嘅事哦，幾啱啊！冇伊，嗰度八，你免直接去看伊，直接去摸伊。你若是直接去做咧款，伊直接伊較高。你袂贏個你嘅身軀嘅，你身軀細咧款是因為你嗰邊你靠著上慘了。The only way 你要聽正做可以無去呢，你就要真正耐心，你清你air內面真正水，和你納入去一步。我 install 我咪記得背喎。你伊若是無走呢，是因為你無做，伊無夠熱水。你袂贏個你嘅身軀誒。你都要清嘅6寸嘅乾地嘢都冇啊！你第慘嘅是乾地嘢啊！第慘啊，你。個都不啊？嚟講下價值。try 之類辦法。你有一卡讀佢。你去買，你頭先你去吹有哦 no， 係個 coconut 嘅油啊。哦，椰油嚇，แล้ว我去拍電影先。油，你買係就是買膠嘅，滴嘅，買 liquid 嘅，所以買滴嘅。了，白去買 Pumi Stone。Pumi Stone 就是膠嘅，所以我你做就是。你夾一盆嘅水，你嘅卡浸落去，少水啦。浸了，你嘅卡會配個咧嘛是胖嘅咯。有看過係鹹菜啊。有你夾 Pumi Stone，你 Pumi Stone make sure 就是淡啊，有你去烤，一薄了 smooth 了，成個 normal 嘅配嘅了。你夾水洗，你看咩夾水洗清氣，買上淡啦，你就洗清氣了，你切打了，你抹油，所以你係咧椰油真係膠嘅就有，成個 grease 嘅就有，成個 grease 嘅，你係咧會，你其實少少會，你係膠了，你夾即係 maybe。sport shoe 啊，你咪夾你做工嘅嘢 ，because no， 你咪夾你做工嘅背 ，because 你做工嘅背上薄，你夾你 sports socks 嘅 socks 咪是膠嘅咯，所以你係你嗰個咧要盡量膠上個係 grease 咧，然後你夾你 socks 清你 socks， 所以你做 a few times 啊，你 calluses 啊 is smooth。你個 try 咁樣，我唔รู้你做就是嚇，即係唔使講。The reason why 你 calluses partly is because 你嘅卡嗰邊啊大。是 overweight 咯。你卡嗰邊大。查某有買一個一項物件誒，用咧 online 有買，Asia 搭都有買，伊叫 baby food，OK， 伊是從 Korea 來誒，伊一個攞咧，我 forward 互阿 John 啊，你 WhatsApp 位，你互人看者，伊是一個成個伊做 plastic 誒，做成個 sock 咁樣款誒 ，and then 咧你下落是，伊 whatever 伊 follow 伊 instruction 咧，and then 你卡進，I think for
30 minutes 啊，冇30 few minutes 啊，邊邊啊嗬 ，after that 咧，你試下下，咧 the next day 咧，你配個咧啲咧辣個了誒，你踢過出嚟擺。啷個搞呀？落罐講名就我行，啷個了計我就行執行個了。No, that is the proper way. 係你踢個了咧，我你卡and then 你 after that 你 maintain 大啲係 lotion，你。John 都可以看啫，我係錄 WhatsApp 啦，picture of the baby food。個都把 actually 錄，伊無安全，錄 live with it 啦，伊是一個 protection 嚟嘛。But then if 錄嘢無熟格咧，嗱我諗看 ，if 錄嘢無熟格嗬，錄成個大媽，你未使講嘅，錄俾一種嘅 food mask，錄多啲沙嘟沙喺邊有備料嘅，沙嘟。係咪沙嘟沙？你去沙嘟沙咩？我講沙。啊，你去邊邊？你講講你愛 food mask 會漂你皮，伊是一個 plastic 咯，等你成你停落去你卡了你黏了一下 ，I think 10 to 20 minutes then the next day 嗰時 the next week 哦，你皮就 start 綠了，綠過後嗬，你一禮拜之咩？一禮拜經攞咩？你加迄個小水。係白醋，係為那個你浸過後了，你用但係入口講嘅嘢係個 coconut oil 嗬，抹了嗬，你清了你 socks， แล้วคุณ然後佢會洗了。誒，兩邊去做 pedicure 係咪？做過咧冇用嘅。個嚟。哎呀 ，I'm sorry 啊，你人隔了講嘅你看你物件。There are many ways. There are many ways of effective ways of removing the callus. You are not just interested in removing the callus. You want to have the foot. What Ketupat wants is the foot not to develop the callus again. There is only one cause for the callus, and that's because that's the place which is taking all the pressure from the foot. Okay? Mm-hmm. So please don't advise you to cow it or to remove it because it will only just come back. All right? It will just come back as long as that part of the foot is taking all the pressure from the walking. So it's all very clever to talk about all these different ways of removing the callus.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remove callus is salicylic acid. It's a keratolytic and it will remove the callus. But the fact is if you don't take away the cause, you don't treat the cause, it will always be there. There is only one true way of getting rid of the callus. You remove the cause. So you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your weight bearing. What I? And you wait 18 to 24 months because that's how long it takes for your body to involute the callus. Okay? So please don't encourage him to remove the callus in all these different ways. What would the solution? 你借wheelchair 咯，借wheelchair，你卡買當托卡。Correct. 你借wheelchair 你看，你問到借wheelchair I guarantee you， 18個字冇㗎了。我講聽 ，you will have no callus out。Look at 你人咪你食安怎嘅 spa 時個，哎，你安怎 remove the callus 係講啊，我有借就好嘅，你實一定會借上去，你會借。啊，誒，咪啦，我講辛苦，我講寫答波時，誒，雜波，我俾聽雜波咪講嘢 routine， 我俾別人講，當我講你 routine 就係 routine， 你寫係咪先？啊 John 啊 I think 我是成 exam 呀 from top to bottom 啊。你頭毛啊？我寫頭毛成。So 我 shampoo 咧 then maybe 我 brush 我 teeth 我邊出去哦。哦，就經邊出去啊？直頭白白啦嘛，加影嘛。了。then 我邊最搞啲背，再講嘅。So 我邊出去啊？我洗下個我 shampoo 嘛，洗下個等我係。嚇？你邊出去啊？洗下個你 shampoo？哈 because shampoo 綁了一下嘛，所以我洗下個 shampoo。哈 then after that 我係。哎呀，你冇驚你接白蕉啊？未啦，一下嘛。哦。then 我係 conditioner， then 我 start 我 routine 啦，我洗我邊。then 我洗我成股嚇咯。有就冇咁了時間嘛。你阿邊人家寫薄薄明。哎呦，冇啦，查某有加一項，查某特別寫是寫嗰邊。
哦嚇掉嚇。嗱，阿冇伊流掛呢？安怎？應該掉，唔是嗰啲人大嘅有在掉，有去洗迄邊嘅。唔是嗰啲人會夾了一件病嘅。佢日掉進車落頂掉啊！佢嚟一個嚟死。冇啊！我有這樣覺得，即係阿摩人、阿摩大波、阿摩老人。阿摩老嘅查某，要會洗，伊人硬嘅喎。好啦。伊人無洗夠嘢。了，看電話咪講唔是查某定係查某咪講。你洗長誒時陣，查某是洗長長款呀。有成個 special treatment 都唔知。I mean 就 special 嘅。啊。脱特別冇用沙本啊！有啊，有買 body scrub 啊，迄個 sea salt 嚟脱你嗎？脱規身軀啊，還是脱？sea 我唔知別人啦，有你啦，แล้ว我是脱腳脱手樣咯。所以我牙刷我冇買 sea salt 啦，叫人做隻鹽嚟。哦，成個 scrub 咧做一下骨氣。對啊。exfoliate。是。我了個我咪毛毛菇咧，就routine 咪聽。按咗要梅話聲，咩梅話聲啊？大人講啊，佢 before 講 routine， 我講一個俗聲。講。長但係咱講 buff shot 嘛，對。一粒嘅嘛，所以咱買正價是一包 pack 兩邊嘅嘛。所以我厝嘅頭家一隻暑假去 buff去 buff 搭嘅啦了。有一擺是伊有做 gathering company 嘅按做 reunion 啦 gathering 啦，了伊人通去 hotel 啦，我冇去啦，了去Go To OK Go To 名ICI， 了我冇去我 wardrobe 嚟壓一包互伊，了我冇去看咯，了冇壓一包互伊，了冇壓去，伊本壓去咯。咧伊冇 evening 咧拍電話互我講，哦 OK 我去載啦，我話 OK 去。咧伊冇去撞咧幫助咧一倒幾包落去，我講哦 OK 咯，咧伊冇 enjoy 咧去，按照一幾包袂樣嘅真係。冇使啊？唔是 buff shot， 我壓掉係你 silicone gel 互伊。哎呦！哦，你鎖嘴啊！起波嘅都知哦，起波。你注意，蘇爸爸嘅。我注意啊！嗱，做我碗啊，我係諗看。鎖嘴啊！鎖嘴咧，一幾包到咯。你最近冇注意哦。我唔是咧，一本講嘅咧，一本啲內面講，你講到煮土煮白，我幾粒你話啲餅幾粒刷，你講，你話又見到呢度病啲啊，你個做咧，一個開門，伊個 toilet 嘅門啊 lock 啊。落條未開，呢邊條攞點死，嗰啲堆來。Oh my god！ 哎呀，笑笑啊！你話 OK routine 長益咧，我冇摸嘛 ，OK， แล้วแบบกินนะ normal 係長啦，特別是 shampoo แล้ว洗面頭冇摸。頭球冇摸，แล้ว幫 shampoo แล้ว洗面。幫 shampoo 係啦。啊，唔會有啦，頭整冇啦。OK，แล้ว頭啊，近啊，唔會有啊，之後嘅你洗仔經啦，即係成褲就洗咯。邊吹氣，แล้ว shave 咯，แล้ว洗身軀咯，แล้ว一刀行入去，一頭清㗎了，安尼看呀。我不是婆婆咩咯？可以落㗎了，成㗎了。你爸爸用 Vim 寫啊？哦，แล้วอันนี้ข้อเหนียว咯แล้วขานี่ขาอู咯成日是無講大支啦，攞三支一刀射啲到咧保護，แล้ว啲俾慢慢吐啊，你看咯。誒，你有 manscape 喎？你有剃你毛啊？白位？有啊。一刀啊，白針機嚟。哎呦！誒，我係使每隻行未啊？我俾每一搭波啊！誒，卡吹啊，你人有成毛冇？有啊，卡吹皮是卡吹坑，你講得嚟得。卡吹坑。安怎？有啊。啲邊啊嘛，邊啊嘛係成毛啊嘛。
係啊，安裝貼啊你冇？安裝箍落嚟。要買肯定滑掉，哎呀買。別，我教你講別，你箍落嚟，嚟我教你只應嘅，我都要做，你冇睇到別，冇啦，夾到少，夾到少，等陣，呀，來做好快，八people，你睇 camera 嘛拖落嚟啲咯，大概就咁樣。我當佢，我即係必須唔是集 A 能冇到即係必須是佢 T 卡全冇。啊，你箍落嚟先，有你body shampoo、body gel 啦，body shower gel，搏喺焗先，有箍落嚟，你俾佢哋T 卡冇喺多冇？啊冇係多時做乜咧？即刻。伊是較便宜，唔是成個人嘅着嘟安尼款嘅，伊唔是講係你 Mac 3安尼款嘅。plastic 啊，白格用住手啦。Yes，哈，你箍落嚟。啊！你箍落嚟，你看會到嘛？你莫放一地鏡，你頭殼位，你 reflect 你嘅話，啊！你 reflect 你嘅 chrysanthemum，你慢慢啲啲，嚇？你見你對面嗰時你叫媽媽鼓靠，啊！我叫你靠，不要緊嚟，笑，哎呀，我唔敢。我即係叫謝咩啦？我唔敢。只一情節。應該掉，你看 trust 毛毛菇被看掉啊，佢都聽啊，是 trust 自己聽。我冇 trust，我唔得。冇，你莫去買迄個chemical 物件咯，你刮咧。喲，嗰個是啊喲。你買刮啲我買用係你講你用誒娃娃卡吹坑啦。誒，做咩事咧？T-Rex 啦。你度下邊嘅 area 摸咪摸咯。嚇！你一上嘅嘛，應該掉一無聲啲，你會 lift 嘢，一聲啲。我大啦。特別一陣間，哇！你我驚嘢要嚟陣間嗰條。你咪用 sugaring 啦。sugaring 用藤 sugaring 加藤加 lemon 加I think lemon 加藤呀。and then 煮做點啦，哦，你嗰度板嘅啊，你板啲攰嚟拍住坑淥出嚟啊，可能成日嘅坑出嚟。喂，我係冇咩板啊，喂，別啦，真係放空了，我知啦。T-Rex 啦，誒，係啦。你看，你老嘅聲，大位啊。แต่โมลูใหม่อ่ะที่ลูกเคยคังลุยผีคังก็ลุยเหียคังแล้วก็จะก็จะสิขาชุยคังอ่ะขาชุยคังเหียคังกับผีคังก็เลยคังกันแล้วแสบหมอเหียกันแล้วแสบหมอคีโวนี่มีสิเอเนอร์บลิชไหมเอเนอร์บลิชเอเนอร์บลิชจริงนะอูมาอูลังที่โจเอเนอร์บลิชจริงอ่ะเอเนอร์บลิชจริงโจบลิชนี่สิบลิชตลอด你 bleach 你卡住坑 actually bleach 嘅坑啊actually bleach 嘅坑可以免卡屙啊你坑咪是只波啊俾佢賠 actually 我俾講我聽你 remind 我騎佛羅嘅咧就同埋騎住你偷佢貴嘅係騎然後有一個人一定要出名人特人知伊嘅啊伊嘅伊刷翕起來伊刷成個做呢款係成個 pyramid 啊然後一多啲一點名啊，一多啲一點名，一個多落嚟啊，可以卡吹啊 ，face the sun 咧啊，你冇曬 doggy 啊，你看，可直頭正嘢，然後一本做一杯開啊，一杯，一杯，哈，加上兩個辣椒啊，一杯，三杯嘅康餅喎，對。你個劍是拍掉拍出嚟拍成咗。好啦，係呢時我讀過了，我攰咗，我冇變了，我唔介意接頭出嚟咧哦。可能我卡吹啊，少個半時咯。誒，冇諗突破咧，突破，按照你 extra 寫你嘅骨膠。你諗會用 shampoo 啲你嘅骨膠係冇？冇啦。我冇用 shampoo 啊，我用我係 shower gel 啊。shower gel 啦，shower gel。特別係咪仲有咩？你不放 conditioner。
conditioner 到底你摸啊？冇猜，我冇夠日冇好病了，我提起來個了。哦，OK，我冇病前日啲，都唔使用 conditioner 了。等嘅事啦，你 try 用看啦，你使白面嘅咧。呀，no，不，你係 conditioner 啦，拍廣告時有烘吹時嘅咩？OK， 咪笑大啦，點半聲啊！定住隻鬼告訴定個禮拜，講緊你等我哋掛咗落堆嘅。OK， 是咧。你我幫你放頭一堆呢，你第一堆即係你八月個放，7月10個時個放，你7月10幾啦？冇你7月半啦嗬。差唔多㗎。即係放。我每行物件，亂長 A 時嗬，有亂是長 A 行出來，白搭啊，嗰時有搶白搭前期一個出來。哇！真久無得，我較接受，我特別搶咯，叫我摸掉嘛，你掉就啲咧，白搭為所我有搶咯，特別你搶，我搶起嚟成個人洗車嚟卡我些啊，有一種是要油嘅啊，伊是 misty 嘅款啊，我用佢嚟搶。因為我媽咧就在咧同人講咧，愛看前無前期嗬，after 一張 A 嗬，伊白搭掉個了，伊摸，肯定是搶個了嗬。呢是垃圾寶啊！哦，佢都垃圾箱清潔箱啊！我那是講我個人公司呢，就係經咧，我都會較注意咯。我唔是講清潔，係垃圾，最人嘅烘線啊，到啲烘到啲，最人佢烘線。我是被多烘啊，唔是烘線啊！哦，你多烘啊？燒你買到啲拎嘅，你是我講咩啊？哇！你多烘啊你！你看個自己 share 咯，你那是講成個你上你公司賺嘅經驗，我就 make sure 你在那賺嘢摸就啲錄嘅嘛，洗頭摸啊，係咪物件摸嘅咧，身軀摸啊，什麼到底咩嘢？我覺得是壓力最強可以 drain， 慢慢 drain 落去，你嘅時候，問你切單嘅時候，你出嚟個口嘅時，你壓一隻就問抓，你去 drain 係俾 pick up 你摸。saya uang tak gili tak lagi lah nama ni demo 你冇gili咩？你成個你邊即係即係經時，你個人講先 GPS 立掉人摸嘅啦，我gili哦。立摸個 OK， 你買立掉車一嘟你都到gili了。咩車啥咩？安怎有車？鹹啦，人接佢到咧就係係佢呸了個了。我特擺是都是葉龍舊坑嗬，談毛我見嚟嗬，你談毛啊，個屌個談個了lucky housemate 個人真係好誒 ，every time 我人長誒好忘 clear 個了嗬 ，so the next person 就其實清氣嘅，係啦，你講變，忘 clear 個了。OK， 小蛋，哎呀，好有啊，來，我有時候都冇人講，有人 share 到啦。啊，冇啊，我仲唔知道。哦，你是講公司用大啦，嚇？對。哦，冇。我試下你試 ，because 我買件真濟嘛，所以那是一人一條大啦，伊世界冇錢去啦。我買件5厘嘛，我5條大啦，我8條，我買條，我買條。一達俾些8條大啦，小魚咯，所以我人見啦，嗰啲最細嗰啲。哦，公司用一條。公司家自己大漢呢，嗰啲用家己大來。正常啦，正常。我咧，你其實你想講你是講，我係買件就係你講嘅成個你買，唔是你家己買。你哋講我係買就係件。我係買件自己。我係買件就係，但係冇參與咯就。我係買件只包括我在內。你講我買只件就係。哎呀，講我兄弟只啦。啊，對。OK， 我問你啫，這個有幾最吼，因那時啊，一蹦蹦嘅時候，我哋寫真照燒掉，冇清衫冇清褲。唔知我整個是唔是張 A 嘅？我是到底多嘅咯。你有小英冇嘅看啫？嗱，我 parents 冇嘅櫃台留小英嚟好玩呢，所以就是我除掉咧。你 post 邊呢個件？我冇清衫冇清褲，小英那是除掉時我驚啦，我放落啲你 Instagram 嘅可能看，邊呢學嘅 Instagram。
OK， 咁這禮拜講到這邊先啦嚇。下禮拜，哎呦，真好啊！喲，手臂咯，你看，這是我嚟。我了。了個這是喂，昂波娘娘，昂爹爸爸，喂媽，你看喂媽會頭毛？我就冇對住錢。冇啦，你嘅12個，因四十倍嘛。我係 QQ 㗎，你可能。哦，係啦，我驚死我肯定喂，即摸成個慢慢，肯定冇得解。哎呀 ，Oh my God！ 你看這裡是浪仔online 曝光嘅話 ，Oh my God！ 你冇曝光嘅話。吊住人，係咪？哎呦，死仆機，係咪嘅？吊住人嚇，吊住人。我看曝光嘅話，細漢嘅事，你冇細漢啦。這裡有10幾歲哦，15歲啊。你看一電腦，一電腦用 floppy drive 你看。吊個 printer 嘛 ，printer，等於 printer。Dot matrix 係 printer。你要出有 trackball 誒切嘅。嘅姑娘啫。哦。然後這較大漢啊，這較大漢。這較大漢啊。哦，呀。曝光嘅話咪隻姑咧，嚇？郭富城係冇啊？哇呀！佢 center line 嘛，Louis。哎呦，超鼻咯！看到你姑嘅時候，應該我或者除掉你無正三無正確，而家下兩個。哎呦，有你時候應該梗唔加可能看嘅嘛？有幾多看先？我哋講啦，唔加可能看，一個叫嚟看就我邊界碰，我喺度看我邊度碰。咪搞錯邊界碰，喂！哎呀，教嘢。係咪？你講？可以小英成個 pop star 咧。哦 ，because 我是我 cousin 嘅graphic design。黎明啊！我 cousin 嘅 graphic design 嘅 project 係是做 album record album cover 嘛。好啦，想個 pop album cover。嗱。哇！OK，誒。劉少英嗬，白只人講，啷個吹啷無上古仔小英嘅嗬，你啷起來淨係講劉少英咧是可能會記就定到小英就是細漢啷個會記，我小英嘛個是差唔多2歲，可能特別我會記佢可能好人啱好我情後咩事我會記喎，你只古嘅物件都未記嘅嘛，最人起康啊，咩殺不？有時冇估下，冇估掉。唔是啦，我困掉堂卡，我做係咯，多兩隻路啊！最啊！佢哋電話啊，讀結真嘅。嚇！未使講，未使亂本。OK， 今次講嚟就是不是頭啦？這禮拜我特別嘅邊啲頭媽就是就只看到蘑菇啦，蘑菇困掉無亂，แล้วก็加工啦，英國中啦，大蘑菇啦，個哆來咪啦，個普吉潘帕嘅布杜瑪樣布杜八。我哋都未使講大粒頭，個日本嘅就馬走去誒，一個種啊！阿涵，哎呀，涵冇講掉啊 ！OK， 禮拜再見啦，或者佢講佢，I think 佢被第三出แล้ว，佢被靠白行網嘅事啊是，我冇講掉，被寫打波咯，寫咕咕椒啊！有啦，你咕咕椒得寫。แล้วนี่เดี๋ยวคนรู้บูแฮนที่ไรก็สิบูแฮนที่ไรคนรู้กว่าบ่กว่าคนรู้ตอกเลยอุตอกตัวไปเห็นกี่บ่ตอกตัวไปเห็นกี่แล้วแล้วไม่ใช่ว่าจะกินซาบุน你ไม่ใช่ให้เป็นแห่จะว่าจะเป็นไตลิ้วซาบุนแต่สิ你不想做ซาบุน嚟講話接你嚟坑嘅是只事嘅ลองมาตีโอ咩四下啲時間呢哦I think 啊บ่你 because 你ตอก幾頭啊嘛你讀咧就是免聽，無你讀咧變做你嘅皮較潤去嘛。你那是你無呢 sensitive 咯，你那是你無讀咧，你咪是掉三本是你介 sensitive。對。
OK， 你變配教啊嘛，你對骨頭教啊嘛。水。OK，拜拜，拜，下禮拜再見，拜。